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今日同大家繼續分享占卜事業問題嘅技巧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問卜者嘅工作性質，例如佢係做對內嘅文職定係對外嘅銷售呢？如果係文職嘅話，範圍有啲過於廣泛，起碼了解一下佢嘅工作係對人定係文件比較多。由於塔羅牌反映心理或者人際關係，所以我哋可以喺牌中睇到佢係咪適合或者擅長呢類型嘅工作。另外，要了解佢份工做咗幾耐，如果只係幾個月、一兩年，比起10年、8年喺工作甚至人生階段嚟講，都會有好大嘅唔同。占卜時有咗背景資料，就可以結合牌意同現實去講，準確度就會大大提高啦，而且唔會太空泛。占卜師有時可能唔夠直覺靈感，咁就可能會講錯晒。即使經驗豐富嘅占卜師都一樣有呢個機會，因為冇乜背景資料，好靠占卜師嘅感覺能量。如果能量稍弱，問卜者負能量好強等，結果都會偏差好大。呢啲都係我呢個行業20年嚟嘅經驗之談。今堂講到呢度，記住追蹤我 Manny，下堂見。